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麥恬欣。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電視台訪問，指佔領行動有外部勢力參與，唔係一場完全嘅本地運動。又話希望同學生面對面聆聽佢哋嘅聲音，希望對話可以有成果。梁振英話佔領行動已經冇人可以控制，包括發起活動嘅人。又話政府唔應學聯要求提交政改嘅補充報告，係因為政府如果提交報告，會變成只係理會社會某一部分嘅聲音，而忽略咗其他聲音。佢被多次問到會唔會暴力清場，都冇正面回應，只係話警方已經以最大容忍，希望成場運動最後係和平結束，會繼續耐心同埋忍讓面對。至於會唔會競逐連任行政長官，佢話任何參選人都唔會喺3年前表態會唔會參選。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旺角衝突之中，部分人混水摸魚，犯法搗亂，希望佔領行動嘅學生同埋市民立即同佢哋劃清界線。學聯拒絕，形容旺角大部分示威者係堅實戰友。施樂秋報導。曾俊華喺網誌透露，初步數據顯示佔領地區嘅零售飲食業首當其衝，全港信用卡消費錄得大幅度下跌。佢知道有人會認為唔應該事事淨係睇錢，但經濟影響關乎小商戶生計、打工仔飯碗同成千上萬家庭嘅福祉，唔能夠輕視。曾俊華又話，睇返過去3個禮拜嘅佔領行動，一而再見證社會嚴重撕裂，充斥謾罵、挑釁甚至肢體暴力。佢擔心愛與和平已經離佔領運動而去。佢提到星期5晚旺角嘅嚴重衝突，認為部分人意圖只係想破壞社會秩序，乘機混水摸魚。社會絕對唔能夠接受以公民抗命為藉口犯法搗亂，呼籲參與佔領嘅同學同市民必須立即同佢哋劃清界線。曾俊華又提到，佔領時間越長，無可避免越嚟越激進。佢希望同學判斷持續佔領到底係增加所謂嘅籌碼，定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懇請佢哋撤離馬路，將運動帶返去法治嘅軌道。佢理解撤離唔係容易嘅決定，要好大勇氣，但相信佢哋能夠喺關鍵時刻鼓起勇氣作出正確抉擇。司長呢番話未能夠說服學聯放棄堅守旺角。所以我都喺呢度邀請曾俊華司長係過嚟唔同嘅佔領區睇一次，去睇下香港參與公民抗命朋友嘅質素。其實旺角嘅絕大多數嘅朋友係真係可以恪守呢個和平非暴力原則，係真係呢個係運動相當堅實嘅戰友。佢強調未到撤退時候。有線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旺角連續2晚有衝突之後，繼續有佔領人士聚集。有示威者指係響應網上號召出嚟，但認為衝擊冇必要。亦都有中學生擔心旺角據點失守，而到旺角支援。祝子欣報導。衝突過後，旺角朝早有配備防暴裝備嘅警員架起鐵馬，守住亞皆老街同埋彌敦道嘅十字路口。警方用泥頭車清走示威者嘅遮同埋帳幕。示威者喺鐵馬旁邊擺咗大量嘅遮同埋呢啲用膠墊製成嘅前臂保護套。佢哋話必要時可以用嚟做保護。示威者防線比之前1日稍為退後。到中午喺彌敦道上面集會人數明顯減少，對比前1晚示威者霸佔一大段彌敦道亞皆老街來回行車線。部分人承認夜晚先會過嚟，有中學生話係熱血公民成員，原本喺金鐘趕過嚟支援。其實旺角如果清咗嘅話呢，金鐘嗰邊同埋銅鑼灣都危在旦夕嘅。有人話響應網上號召，深夜嚟到旺角，雖然支持佔領，但係衝擊時會退到後方。我咁瘦，我唔會出去打嘅，都冇理由咁蠢就咁對住啲警方係咁衝過去衝擊嗰啲，我都冇諗到會參與。即係你係睇完嗰幅圖就想出嚟睇下？係啊，食下花生咁咯，叫做。仲有內地人通宵喺旺角，為咗湊熱鬧。覺得呢，因為長期咁樣落去損失係香港自己嚟嘅，我嚟見證歷史時刻㗎啦。有線電視記者祝子欣報道。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話：到旺角聲援佔領人士係唔想被不明來歷嘅團體干擾，希望透過群眾力量保護佔領人士。政府就係一言堂，裏邊啲人更加係狼子野心。大家都知我講邊個？
就係希望用暴力嘅手段去解決政治嘅問題。所以禮拜二話之前，大家都必須要謹慎。喺唔同嘅佔領區，我哋時時刻刻其實都面對住好多嘅威脅，但係只要我哋人夠多，我哋就可以守望相助，我哋就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喺我哋嘅視線範圍之內，用我哋嘅能力去保護佢。對方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但係我哋就越加要堅定咁同佢講話，呢度嘅每一個人都係我哋嘅戰友，我哋唔會等任何一個人白白犧牲。警方強烈譴責連續2晚喺旺角嘅違法行為，認為有部分示威者為衝而衝，偏離和平抗爭嘅原意，形容旺角變成非常危險地方，滲入激進同滋事分子。另外，警方又否認不當使用警棍。冼晴峰報導。同樣嘅衝突場面，唔同嘅係警棍用得更多更密。佔中醫療組話，警棍由之前打橫掃變成由上而下剝落去，最少7個市民頭部受傷，質疑武力升級。警方就回應，使用警棍有明確指引，會視乎示威者嘅對抗程度。搶鐵馬、掟鐵馬，然後即刻逃離現場。有時啲示威人士激烈嗰啲呢，佢哋用遮呢襲擊我哋啲同事嘅，所以首先我哋呢揮動我哋啲警棍呢，就去做防禦嘅。當我哋揮動警棍嘅時候，同啲衝擊我哋警務人員嘅示威者有一段安全距離之後呢，我哋警務人員呢，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哋立即停止使用我哋嘅警棍。高級助理警務處長趙慧賢就話，佔領行動最初係和平抗爭，但依家已經變咗質，尤其喺旺角更加係非常危險。為乜嘢呢？真係為咗佢哋諗嗰個訴求咩？係咪咁嘅衝擊係會達到一個好嘅效果呢？因為只不過係想係為咗衝擊而衝擊呢。如果你真係想係表達你嘅訴求，我寧願你係去其他一啲比較平和啲嘅地方。旺角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地方，係滲入咗好多唔同嘅比較激進嘅團體，佔領嘅組織者呢係冇勇氣去呢一個譴責呢啲暴力嘅行為，甚至有時呢仲走去覺得去要聲援佢哋，但係呢個只有係火上加油。佢話警察冇可能企喺一邊，任由激進示威者鍾意點樣霸佔馬路都得。我哋呢唔想搞入去咩政治嘅漩渦，我哋唔會因為嗰啲人唔同嘅意見、政見或者任何嘅嘢呢，去唔做我哋嘅職責嘅。咁所以希望呢，就話示威嘅人士呢，唔好將你哋嗰個政治訴求或者個憤怒呢，投放喺我哋前線警務人員嗰度。有線電視記者冼晴峰報道。懷疑被多個警員毆打嘅曾健超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佢指報案過程中，警方刻意阻撓。咁簡單嚟報個案，我哋總共就花咗9個鐘頭到而家，好多嘢其實係好冇必要嘅。即係我哋錄完嗰個記錄嗰個文件之後，淨係攞翻個影印個 copy 都要等1個鐘嚇，同埋即係。好簡單，就係傾幾句，佢會行出去話我要講個電話，咁又好耐先翻嚟。咁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受害人或者一個嚟報案尋求即係警方協助嘅人，即係我唔應該受到咁嘅對待。曾健超喺代表律師陪同下報案，律師引述有負責處理嘅警察投訴科警員承認曾健超懷疑被毆打案已經有足夠合理懷疑，拘捕相關警務人員。但追問點解唔拘捕嘅時候，對方拒絕回答。又話上個星期4去信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要求星期1朝早10點前交出涉案7個警員嘅姓名，至今未有回覆，唔排除會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轉睇其他消息。